后来为这个食物中毒到游览车并车，观光旅游总是会出一寡意外，所以交通部观光局甲每一年3月第3个礼拜定为观光旅游安全宣导周，希望达到游憩安心、购物开心、食安放心、带暝宽心、甲行车安心这5大目标，要来打造安全的旅游环境。福源高中2年的3天2暝毕业旅行，登来台中115名学生吐骨头的症状，疑似集体感染着诺罗病毒。另外，游览车开到高速公路的正边向用冲出一台乌色轿车，中华发生游览车变轨，造成34个人轻重伤，旅游出状况，政府加强宣导。这个活动是全年无休全年无休1月1号到12月31号，全部都要做好旅游安全的工作。希望民众会当欢喜旅游平安回来。对106年开始，就甲每当3月第3周，定做是观光旅游安全宣导周。这回是进入第3档，要对这佚佗、购物、食食、带暝交通不同方向来宣导。旅游进程会当到观光局官方网站，不管是要去竹仔湖，也是阿里山，各种不同的行程素材你挑选。希望达成佚佗、购物、食安、带暝、行车拢安心5大目标。中央跟地方还有各个景区的管理处都应该随时有这种安全旅游提供服务的这个意识让游客才能够他开心的来，平安的回家。准备规划行程到景点行一转，政府打造安心安全观光的环境，嘛，互欢欢喜喜出去佚佗，平平安安回来，加做民众旅游的第一目标。